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讲到台湾的农产品很多啊，不过大家最熟的其中一种，就是我们的土马豆哦。佢唔单止可以做香菜，可以做水果，哦，佢也有一定的营养丰富呢。不过有一摆我去到菜市的时间，张弟讲，原来啊，土马豆唔係平常我哋看到嘅幾種哦，其實台灣的農產品土馬豆，哇，佢竟然有52種很多呢。既然要好好了解土馬豆，我哋自然要嚟邀請最了解土馬豆嘅農民朋友同我哋好好收機啊！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嘅上期蔬果農場嘅種子祥阿祥嚟到節目地位同大家分享哦，馬上就嚟分享佢吧，分享阿祥。福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來自高雄美濃，我係種子祥，啲美濃中文是土馬豆。哦，歡迎阿祥嚟到我哋節目地位哦，阿祥，頭度啊有講到我哋咧土馬豆有幾多種嘛？應該請種其中嘅幾種吧，吼。係。這個更加係種嘅文氏嘅土馬豆，種嘅係睇哪呀？嚟種嘅啲美濃，高雄美濃。哦，有去老闆工作嘛？也係講本身都萬世都喺路卡，也係做一個農事嘅部分啊。嚟老闆比高中畢業嗰啲人哋岐山美濃做事啦，喺本面啊古來美濃耕田。喺乜嘅幾年之下，本唔想講整個嚟美濃嚟做一個農事種土馬豆一個部分啊。哦，想講路卡有田啦，個即個會送朋友土馬豆時，有朋友啊。行嚟改天數買下土馬豆，土馬豆要買有個多種，買個多種啊，口味口感甜度冇相同啦，就即個嚟種看下是，種嘅先種嘅版本，版本種係唔會差，甜度即個都有，朋友反應嘛佢好，再種價多些分高兩分安尼。頭有講到這個路卡也有田嘛，係講爸爸嘅時間係喺耕種，也係講阿公嘅批係有耕種啊。哦，其實阿公阿媽咧耕種，爸爸啲老輩做事。強養同強養田老輩做事。係老輩做事。哦，你想講轉過來耕田嘅時間啦，路卡年底冇？對啊。今年嘅反應係乜嘅？伊開始個反應佢唔好啦，伊就講也耕田佢辛苦啦。因為啲創業多冇，老輩是做事是穩2年嘅薪水。有錢啊，唔會了。做耕田會看田是辦咩，了就冇咩。老輩是用嘅了，做唔好還會有錢好糧啊。路卡你講嘅也冇唔錯噶，因為這個本身可能有冇一個經驗嘛，馬上講要轉過來，做一個農事，這個唔舒適嘅，可能都真是像今日講嘅講冇問題。這個用辦去同路卡你說服今日啊，我講這個有可能啊可以用辦去解決一條問題。有安尼用辦去說服佢哋。一開始有講過咪就先種一版本啦，種嘅要分即個親戚安尼朋友甲親戚安尼食，分顏色看下間偏顏色多偏ren嘅土馬豆更加用嘅，食到反應都唔會差，甜度又回甘，然就繼續種下去，也嘛就支持嘅啦。你發土馬豆嘅環境嚟講，應該它比較適合喺哪一種環境啊？土馬豆就冬天的時候也適合種，按個就種得太寒嘅，就冬天也開始的時候也種一下拄好。嗰種看看講，其實這個路卡喺哪一隻啦，環境也拄好適合，可能都係這個鹽的地方來吃的嘛，吼。係，就按你吃可能是祖先種陳米咩，個那種玉女安尼。土馬豆按多種，你哋美濃嗰邊啊，底下講最盛產的係陳麥鄉的土馬豆，這個係講中間也有玉女，最明嘅現在哪一種嘅玉女個多？一開始是種陳米香，按個迄本米就加濕的問題，有1年前加濕。嘛，差唔多6到8色，然後就個冇人送禮嘅啦，就可能6歲以下，種安尼玉女是幾紅口又還有7、8色人。你講嚟，土馬豆嘅生產期，它的產期幾長咯？差唔多就會2個月半到3個月，那可是摘嘅話就要看這個技術嘅。技術種的好，就可以摘到3個月到4個月。安尼哦，原來它其實這個過程其實很貴重，這個用心還可以延長佢個產期。也要技術啦，因為土馬豆的安尼生理期奇怪，因本伊太大，伊會種唔得，本伊太少，又嘛有營養不良。
自家几多卢卡开始在做一个托马多的实验的时间啦，头下有想到爱按一个命的无，后时民众嘛去想到更加按那一个命的呀。哦，也命的是用我爸无耕田，我阿妈留本来的，我想讲，天丘里空的这嘛喺无人耕种，就即家来种困啦，种的想讲，人家食讲爱命的，想讲命的有个快上。我想讲，我开始咧，我迄边有咧祥字，我开始有起，我就来按祥起，就第一开始，我就开始种托马多咧。实在也是一个几好的一个命的，因为有个时间我们谈过其他农民朋友过奇妙的啦吼，一家人开始乡下来耕种啊，见到我想讲按基的命的，分人家伊算命的也好，伊抢高嘅主公主婆祖先迄跌高的，可能迄命的够好，自家唔免，你本身都讲自家迄个人又对开始希望可以传下去，都按到雄起安尼嘛。像继续来抢高呀吼，自家睇耕种一个部分，因为自家以前国无一个经验嘛，睇开始多的时间，遇到一些问题啦，也係講唔可以種品種的限制等等，自家用慢去解決一種遇到不曾学习过的问题，一种技术的部分，用慢去解决的呀。我一来留一下睇民农的托马多园，可能慢种的托马多个长个老，那伊还可能农民有开始么，你该可能可以吃安尼吃可能是么，好吃那继续问下伊，可以冇问题，因为托马多的种法就甜度有酸，有啲人种的就唔会甜。就上的米丝，所以也就一件一件慢慢老啦。按你讲好来，其实米农的全部托马多园，该不会都被50个的吧？冇安回事啦，因为冇可能，因为有啲人我边个山底下边块种就冇老按米杯。米农嗰度细路的啦，迄个上手人也冇按会行。我想讲，安尼是靠一种个基础的方式去设新闻，该不会是这个设了一道镜，成功冇？设了一道镜，应该先是酱油啦。我设到酱嘅托马多的米线冇？唔会啦，就是一两粒安尼啦，是可能有啲设了个回甘，可以保持你有个球，这种有较好食，就会进门也皮料。冇听错，有会标还有讲唔会标这技术，就真实那啲啊。大部分。一啲农民朋友应该挺乐于去分享别人的经验吧。有拄到讲，冇同讲不愿意分享的冇。冇同人讲是唔对啦，伊唔会讲嘛，唔会讲啊，反正我讲用的种啦，种多种个简单，主要口感跟口味，这好的吧就会看人用的皮料的，有啲人是用一个熟的皮料，种的东西就安尼，用一个好，有特别的就会。口味有冇相同？这个本身喺种托马多一开始喺种文式的嘛，就想讲我来种文式的托马多嘛。冇，我一开始是种露天的，我种的桑叶，嘛吃的桑叶，吃了后面想讲安尼陈米香桑叶的，就假使供应后就较唔好的，几方口就可能传统影响是很远，看到朋友种安尼玉女，几方口还7、8色，然后就。然后啦，几红后还有7、8色女，不如来几安尼玉女，就开始种的，个玉女就拄到雨水还闻安尼露水就会白个，就长得嘞。佢说本身最头下一种陈麦香，后时面发现到玉女嘅假使过后，再来选择讲真做玉女安尼嘛。你这个除了嘅因为假使的差别之外，这个种的两种大部分人最广为人知的托马多的品种，这个比较一下讲，两种其含有乜个特别的差别冇？托马多陈米香就硬，因为有嚼感啦，就酸度较高，甜度较冇，就上7分啦。玉女的话就皮个薄，肉就软软，嗰度水分，个甜度比安尼陈米香个高。玉女的话就甜度7，酸度上。陈米香就变过来。
安尼讲起来，也两种除了其说口感然后味道之外，唔会特别嘅纹饰，系讲芋泥其各强易碎咩？怎会现在讲啊来种纹饰咧，是安尼嘛？杂纹饰是用讲，ที่咧就主持人讲嘅，叫我强易碎，啊，天嘢就讲较唔是沙药嘅，因为本身地落要种토마토，安尼虫开过大，爱种沙，差唔多10日左右就要沙一百药嘅。啊，系哦。係啊，種紋飾必備話，係除非是雜嘅，多件係配一些安尼有機植材就可以嘅，唔是啥都有嘅安尼。哦，佢說以前咧可能露天咧，然後個沙藥嘅個蟲，我可能個慣性弄法，啊轉做紋飾之後，唔是買個沙藥嘅，可能個藥量都會個少嘅，甚至於個唔是沙藥嘅安尼嘛。係，有較唔是沙啦，因為這個本是真做些嘛，會雜。看到骨風嘅，要摘來食，就上鋪出嚟要摘落咗嘅。嗰時行開這個是注意嘅藥量哦，都唔是啥藥嘅，反正也上嘅幾好嘛。啊，頭先我講到品種喺嗰度，一兩種有隻토마토嘅品種可以嚟講啊，最多嘅係哪一種啊？呀，兩種嘅話就營業粉絲啊，還有插麻啊、蚜蟲之類，啊主要幾種就嗰兩種啦，還有紅蜘蛛。也是種。哦，安尼跟不是在工作嘅時間，係聽數去鳥蟲嘅咯。哦，呢條也條蟲嘅都較看唔到啦，像營業粉絲，較可能到就拍拍嘅樣嘅，就機樣嘅咩。我說有看到嘅時間都除係啲毛嘅話，都真係靠藥嘅啦。係，真係要靠藥嘅，冇藥嘅話就像今年嘅토마토就大部分都樹上冇。哦，原來安尼，觀眾朋友。原來啊，更加人哋最受到歡迎嘅，陳百強也係講芋泥嗰種토마토啊，其他嘅種植在安尼來，啊人哋阿強哦，係樣板去選擇，地方又有樣板嘅故事，好心人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哇！前一段阿翔同人紹介佢自家嘅農園，佢種토마토嘅故事。啊，唔過今晡日阿翔也帶佢自家種嘅토마토嚟到節目地邊，人哋好好嚟嘗一下吧。阿翔，今晡日又帶토마토嚟，人哋先嚟嘗一下，而家토마토係乜嘅味思，好冇？係，這樣子。然後토마토就大部分一開始種嘅就用糖薯皮嚟就俾佢睇，還有俾咪打過嘅，過開始有嘅哦，就要再蒸風嘅，就會俾用鴿皮。比安尼較甜度放高了一些，那有條會用一些有機皮比回甘。阿翔，我睇到安尼是喺，人哋先看諾貝啦，諾貝人家嘅先講法勁，係有特別出過味嘅。也冇，因為紋飾咧토마토就會較冇按到嘅灰塵之條，所以較冇按冇呢條細道啦，啊也皮就會較好。哦，我都想講按三芒哦，只不過看上來味了像打蠟咁樣按醬，啊唔過頭到按嚟飲食下有冇？哦，馬上最底部全部係甜味嘅，唔係本來是糖水味的，而家皮料底部有攞糖水，也係講仲要朱砂糖水，真是鬼甜呢！係啊，也有啲紋飾芋泥嘅토마토就安尼，就甜度幾高，也有토마토嘅토마토嘅安尼最好嘅토마토啦，價是最高嘅啦。就也啲仲北部賣到差唔多150以上啦。啊，唔過其有個唔種嘅토마토食下嘅時候，唔單止甜喎，而食下啲咧感覺係甜。啊，唔過見炒，下去之後，係用토마토嘅幾種，可能講嘅蔬果嘅香味，佢토마토嘅味絲都會走出來嘅。啊，有失敗淡淡嘅酸味，嗰種酸味都會本人感覺到，真是有個토마토更加係甜嘅原因。唔係用辦法做到咗個酸度同甜度嘅一個平衡啊。也有可能要精吃也呢皮料的比例，米粒嘅比例調會冇相同啦。啊，唔可以同人哋講，頭啊講唔知解比例係乜嘅冇？也比例就可能糖薯皮就4份啦，啊鴿皮就7份啦。哦，係安尼，這個最適合你吃烘嚟一個完美嘅比例安尼嘛吼。我說反而過久嘅時間對露天吼吃到紋飾都有冇相同嘅比例，甚至於講天時冇夠用，也會調整個皮料底部嘅比例嘛。會
有特硬的话，就总得用按多的糖酥皮，就要用零咖皮的啊，调整一下。哇，啊，佮说啊，你每一种都可以对头稻米种轻适含的吼，哇，做一个种토마토的农民实在冇简单。对，开始到种到更加按多的时间啊，这个有乜个各本影响各层的时间冇？影响各层的就可来种露田的时候堵到呢梅基，梅基这时候来差不多10月的9月10月的这时候，俺就种的，这时候来的话，俺全部토마토收成刚用的。哈，记得嗰時隻颱風來嘅時陣，當中係啊全部都冇嘅哦，啊，係唔係今年嘅收成都冇嘅？嗰多年嘅收成都冇嘅，啊，我就慢慢的改不如嗰兩年營養機制掉，嗰年就晚上嘅，晚上那開始有樹葉。哦，就人哋講嘅死馬當活馬，偏偏個講看下先叫嘅過來冇安尼嘛。哦，啊，今年嘅都本影響嗰陣對台都天災問題嘛。係。哦，最太能讀到一個啊，溫室嘅部分，這個應該都冇受到一個天災影響嘅，應該各順利嘅吧？我搭溫室多見都係颱風都冇幾來啦。運氣得蠻好呢。運氣個好。啊，溫室我記得有幾多種嘅溫室，搭嘅溫室係哪一種嘅啊？我搭嘅溫室是立巴型嘅，就溫室比較算個級嘅，按個像冇搭呢。智慧控管之類嘅啦。應該個面積也冇一大，嗰種現在講用雖然中國好嘅，啊唔是用到智慧型嘅。因為也會搶一本田大概就200多萬嘅。哇！也個溫室投資係成本都搶200多萬嘅，搶溫室都按高嘅哦。溫室按高，也樹葉一本田嘅樹葉嘛，差唔多1年差唔多50到70萬。樹古嚟嘛，可以個叫一下蠻扣成本啊。哇！啊，嗰種種토마토這個有算過，某個時間會大片，某個時間會賺錢冇？然後按用是按你種嘅話，應該4年到5年會賺過來啦。那個是真賺錢，按個賺到嘅話，馬上都在投資，再做假一通嚟繼續種。嗰種人哋對人哋農本人來看講，可能有賺有失，佢辛苦，啊唔過真是冇像人哋想象咁簡單吼，一頭年可能短期都可以有數成大片啦，也都有機會，咁難啊吼。也咁難，因為一本田就香港見搭嘅啲溫室200萬嘅，토마토將半年嘅，半年本開會成本數50萬號，200萬冇4年。啊喺個講有失敗吧，要在成本下嘅，也當然咧本錢要下嘅，要再研究嘅。嗰個要後生人，我頭年有個農業嘅時間，要這個我想一下呢吼，明看下先有個收成啊成本，這個花嘅人嘛。啊唔過阿想，這個對露田吼耕種都有個溫室，一兩種嘅，人哋講耕種嘅過程，人哋有嘅時間會講會有 SOP 有個作業流程嘛吼。露田同溫室嘅作業流程有乜個差別嘛？露田토마토就明明種嘅下層，天種嘢唔是一個月，啊個天種嘢後就可能有一個夾田嘅，而麥筍之類，慢咧，有一留的人就一期토마토就留3期筍到4期筍，啊其他筍就該賣下嚟，喺留太多筍，而且安尼토마토就唔會按太粒，就細細粒嘅。也甜度嘛冇按合適。叫我產筍啊，嗰時嘅筍啊，人哋去控制哦，一度嘅數量，咁唔係講點個幾度，啊唔過全部品質都冇一好，啊唔知個係留一度筍啊。我這個係留2筍到3筍，安尼品質較穩定，啊嘛較好管理嘛，那唔是咩啲動用安尼。安尼像人哋有種外行嘅，一定會想講，產筍嘅幾歡喜，本意產幾度啊，我都可以收成幾度，結果唔係像人哋想嘅安尼，安尼係唔係平時嘅工作都係幫一條筍嘅？平時明明就去夾筍啊麥筍，那一條筍計夾好比別出行，啊行上嚟那冇錢大家要把用啲捱留嘅筍係來幾嘅。你唔睇人嘅地方啊，工作嘅時間差唔多1場嘅。因為比比較做時，差唔多1日就8點鐘下去做，做一個禮拜下來可以做2分田嘅量。爸爸會同田叔做乜嘅工作啊？伊就甲田叔摘토마토，一開始種嘅時候就甲麥筍這條，甲筍變出來。因為我要求我種溫室我係打斜嘅，我打斜嘅我토마토嘅筍我係用個苗嘅蘿蔔，安尼喺本面可以樹토마토較好樹。
哦，爸爸亲也个几好呢吼，一开始反映跟毛讲，阻止我来做钢铁，没想到更加还会同天数哩。系啊，因为伊咪嘛佫做退休的啦，第六卡马莫斯，有一开始马冇钢铁，我就去男朋友好的来用伊个钢铁比喻，迄尾咪嘛迄日头个力啦，就顺沙大个咧纹饰，伊咧人客去做较无间缺啦。安尼能两父子吼，来摕乡下摕工作，会唔会感情够好？做这时就较，因为伊咧人做一片啦，较无会安样啦。我以为安尼，因为个处理的方式冇用个人唔会潮湿冇。是唔会潮湿，因为主要管理的方式很矮，较糖矮啦，因为伊就较唔会伊吃一条皮料啊。阿雄讲下安尼讲，毋过真是日本同爸爸吼度假见到吼，乡下的时间系咪安尼？感情也会改好啦。系啊，伫做事就两个人就会种啊，伊十多马个看到马个创的，伊会讲的嘛，就会像讲啦要用的用马个指出，安尼来甲伊种啊处理遐个问题。也有几多年应该会希望像安尼，由于咧乡下的工作乡下摕培养遐个感情。系啊，阿雄除了遐个皮料啦，港中遐条，能咧纹饰底本系用乜个去淋水啊？有个人听讲系用洒水啊，有个人讲都一条水管来砍去安尼做，唔知系用乜个方式？一开始用的是用高压下去管条，也迄管是管旧的伊分田伊点钟都用点钟来管来旧的，迄本米家己看人家的토마토看到遐滴灌系统。每场就可以按压滴灌系统。也真是，因为有个人讲头发条都有前面有讲到嘛，个水也做唔得踢到，有时候水管不用下去，无注意到时间，本日踢到的，都会影响到树上啊，甚至于讲你身上的情形，系咪啊？伊水分踢到，有强度就唔会高的。水分踢到说的嘛会高，水分个大啦，个水高会头发都高会烂啊。所以水分嘛总得踢到，嘛要控管较好啦。所以用滴管都可以更精准的去控制其个水量的吼，用一滴两滴安尼。因为遐滴管系统就可能吼，遐因为要得大量，即个可以设定吼，就一桶水准备个只开摩打，开遐摩打储水，差不多1度点钟会好，再鼓励管安尼。阿雄，但更加也听讲吼，几多个闽农的后生朋友吼，佢都转过去闽农摕个工种吼，种个农事啦，也着，唔能也着农民讲年轻的，原来要调整乡下吼，去讨论讲，俺哋咧农业要怎么发展啊，也系讲俺哋这个工种要互相去交流。也朋友之间，我有一个是可能大家就互相比较一下哦，知道也个听也个算，用嘛个调理一下。能给也调整咧，农民朋友要想讲我哋成立咧，嘛个三小班啊，也着冇强用一个农业的组织冇。也喺闽农嗰度办啊，我看啊，有啲人是嗰度嗰度种盐嘅收入嘛，係有啲问题，然后會存在咧產銷班來要把佢天數有啲人使用出伊嘅tomato，佢又可以互相安尼交流一下。用乜个皮料较好？因为你这个面积可能冇一台的，嗰种这个有去参加一个三小班嘛。因为面积冇一台啦，只一份的，这个卖就差唔多的啦。因嗰种三小对我来讲也唔系太嘅问题，因为人家嘅量还冇到安台，自家有一个丰盛嘛吼。安尼，对收入和生产都更加啦吼，这个生产冇乜嘅问题行销喏。行销一开始我种是。还好，因为量那半份的，迄本面种到1份人到2份的，就有时把使用出去就会像讲也朋友伫合作方朋友伫公司工厂的，就像讲送伊是可能是送一摆送是斤是斤，比来也在工厂方分其他同事是可能就是到好时就会鼓励给他买。也是用伊个传统的方式来做行销嘛，也个一开始都就安尼。也就有失必有得啦。就像伊送也就当做朋友们送人是安尼是都好，你就会跟他送同他买么，人带过一份人这个太人啥，是到也买路卡太人啥问来骗呢，来买。
哦，观众朋友，阿上去安山芒种种品质安好的토마토，佢嘅方式啊，行售嘅方式也係先用傳統嘅方式來行售。唔過後先面，佢嘅行售還有樣板嘅變化，也係講故事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一開始都阿上記嘅토마토啊，係靠口耳相傳安尼行售嘅方式，還有其他嘅方式，佢有試過冇？來請教一下吧。阿上，除了用人客安尼口耳相傳啊，還有同風俗之外，還有試過冇嘅其他嘅行售嘅方式冇？還有聽過朋友講，響安尼部落客來佢採訪，韓國部落客響來把家私買過過啦，韓國人看到人嘅成果，個友好啦。嗰多人去看到嘛，吼，會刺激買氣安尼。佢喺有種토마토人係講冇，用這個安尼名聲較安尼個多人啲嘅，把可以吃過那部落客嘅啦。你自家有吃過？人家也係講一種工具，如網絡平台，你自家有吃過冇？有吃過網絡平台，按個效果較冇安好，有限啊，就可能多一兩十人嘅啦。人家行售嘅方式，人家都唔訂，下訂單安尼訂過，係講一般嘅菜市嘅也可以買得到。我有一兩件批客嘅菜市嘅，而且啲市場比一般我敢拿200-300斤，我會特別去這邊買。佢說兩邊會有小衝突冇？人講訂單太多嘅，佢量總冇按到嘅時間，佢點嘅傳統嘅菜市嘅同佢講，人家量冇按到先搬嘅訂單咧，也係講唔會搬嘅傳統嘅菜市嘅。我都會搬到好像一分天就可能搬1/3、1/3安尼搬，唔可以擺不用全部啦，因為我這個訂單嘛嗰度，嘛我預告嘅，而這片嘅話就跟人講，喺我家固定拿就。一擺就100-200斤，都冇就300斤。先講好，年前年尾我先講好。我記得闽南嗰片啊，過年過節啊，嗰度一種人講嘅擺攤咩走市集一種嘅，有去參加過冇？冇，我就預告就唔拉買嘅。安河咯，人家嗰時候講我實買唔注意，人家講買唔拉擺啲。因為量冇按到啦，因為運輸嘅成本要按過。一擺要下200萬，嘛個少後生嘅愛啊。也從按3萬有心啦，先投資下，去爭有一個費數。講到一個傳統市場嘅上去請教阿上我，我能看到토마토啊，一般嚟講就從我能畫面上看到嘅菜市嘅啦，也係講超市嗰種嘅，見人攏一下下裝好嘛。有時節喺傳統嘅菜市嘅看到嘅幾個散嚟賣，假使講我能愛托一個토마토啊。睇下邊地方，我哋可能更難看到。一般我哋愛托토마토散嘅嗰種，我哋愛用埋去看토마토個好食用埋頭噶。也看咧把就토마토看過會見色用嘅，個有啲會看咧多토마토嘅比較肉，也係形狀就這種就較冇意思，就較冇安熟噶啦。顯圖嘅把就看토마토嘅安尼 detail 長，冇比皺皺。有時候。有啲人會跟토마토嘅detail抹黑，就冇辦法看咧。我有人同detail嘅安尼灑水，我咪講浸水或者灑水噴一時安尼，佢會個有水，會有安尼嘅做法。唔會，因為也玉女토마토噴水噴嚟有個會別咯。安尼果然安尼係外行，唔該安尼差別都啲嘅。嗰種其實토마토真係嗰難啊，行喺講要看 detail 和看。其他嘅皮，咁看得出來。其他人真是都講，條架硬可以試一點麼？有啲人講，唔係條都唔是錢的，有安尼。就有可能條架我本人是可能是麼？有啲是會聽，有啲唔會聽。嗰度這種風嘅嗰度種啦，有啲像亞車買嘅樣嘅這種風嘅就唔會聽，要加蜜餞嘅。人家嘅風嘅要三個槍，有啲人會搞混。安尼阿上講到一個事啦，토마토唔能自家推薦有哪種嘅食法嘛？因為佢可以做水果，又可以做料理，你自家本身係用乜嘢食？
也会就如果到人下会讲，我买了加蜜饯，又加呢梅子粉，我跟人讲先洗吃10克那要加馍，因为加这是蜜饯跟梅子粉，要用较俗的这种 tomato， 也种个甜的就唔是加啦。真是的，个酸味个重的加上去食吼，酱油也个味是，像有人讲嗰个去蜜饯啊，也讲梅粉嗰种，是还可能会失败太甜哦。也系啊，也甜度有女嗰个就甜度嗰个就会，我本人下食个甜生意嘛好食，但又好食。对唔开始种 tomato 喺卖的时节啦，不管喺订单也好，喺名路方也好，人客会同交流冇？有嗰度嗰度人客喺本邊噶嚟買邊朋友，我嚟上到公園期間，這邊我嚟過嚟摘 tomato， 因為公園時候我會開放摘 tomato 嘅親子體驗，還有親朋好友我帶人客來，就公園期間公園後，公園前都才預告嘅。嗰時候今年我帶新人咧，也喺錄下年輕人人嘅地方去體驗嘅摘果嘅工作啦，吼，體驗一下係咪？嗰度時期嘅人，我帶新人咧，冇就帶安尼裝備來看下鋼鐵嘅人種 tomato 用嚟種用嚟摘可能要用托好嘅水果安尼。安尼聽講咧，像更加最行嘅人講嘅士農教育也有失敗嘅上場啦。有學校嘅也講沙期嘅單位同人接觸過講，人可以帶人去人嘅冇？也會有啦，按個見有嘅時間都喺公園前，就較無開放表演。嗰時候公園橋嘅段時間，真個有發出開放本人去摘嘅果嘅安尼。像講公園嘅是安尼兩年時間較長咩？嗰度面農嘅人係我過來也係撩，佢開放表演去摘，公園響嘛嗰度加，就到買個連續假期嗰度就會出來撩帶生意嚟安尼。從人去人嘅地方摘嘅果，你咪提醒佢講，乜嘅可以摘，乜嘅做唔得摘嘛？因為有嘅人唔知啊，可能不管睇啲細料也有熟冇熟，見人都會摘下來。有一開始也帶人嘅時候會。之後一段時間大家總你來個人講，也一份嘅看份嘅程度一度嘅，那可以摘人哋比如摘了拿用衛生紙還是濕紙巾出嚟就可以食咧。你講到一個人客嘅部分啦，係繼續嚟強調像頭先唔講，有幾多嘅人客變做朋友嘅嘛，有讀到講嗰種幾挑剔嘅人客，也係講本影響幾層嘅人客。有啲人客就一開始。我行業講係推廣，因為那開始起步咩，行業推廣，後本面因為量有限，就一分田嘅文式咧，人就會講用一百買唔多，個個冇建議，人哋辦公室這邊就數到一個 tomato 上，就係人哋主管也買嘅，人講行業買邊嘢買唔多嘅，你。也有講，行家庭眾多時冇就冇甲推銷嘅原來都講難嘅啦。原來今年本身想講同聽數嚟分享，有個 tomato，冇想到今年這個主管識到嘅，喺今年公司嘅人嘛識到嘅，係搶今年嘅量安尼來，今年新官都應該想做啲啊都唔好同今年分享嘅，結果開這個都識唔到嘅。係，我安尼，所以大家都加起來，年前就會先，沒年前那就。11年的生意就開始預購嘅啦。從安尼有個訂單按到嘅，這個有想過本有個產量更增加冇增加種植嘅面積也好啦，也係講時間不比較長一些。有想過啦，個成本就提高，大一啲本是200萬咩，一分田，如果定係多，就定下擺定係春跨油嘅那嚟達到啦。嗰種這個我有個想法，唔過更加限唔前多嘅時間嘛，安尼嘅話，tomato除了大槍式，我記得 tomato 有幾多嘅加工像唔知個有去了解過 tomato 嘅加工冇？也加工，因為存量就有限啦，加工嘅話，見 tomato 也玉女加工較唔黃來。用辦講玉女其實嘅加工個範唔來咯。因為也本身就甜度個高嘅，存量也存量短期啦，實嚟大家就適合咧。唔可以講需要去加工，但加工嘅應該都係存量太多嘅，就買唔起係種乜嘅那會加工啦。
除了토마토啦，你能给他们环境过好嘛？像这个有规划过吼，你能农园地边还可以种其他的东西啦，吼，也可以讲其他的农产。我温室地边我토마토树上迄个可能会种泰瓜，无就会种白龙王水果玉米，种遐两种，佮差不多有食到토마토的。哦，你时候有一个时间差别嘛，你轮流种安尼。嘿。哦，你这个有种过个人哋其他讲，年农最稳定啲嘅拍用落嚟冇？种的第一摆拄到落雨就树上迄个，第二摆又拄到甘露，又无乜个时期又无的，所以差不多落皮的时间差不多11日可以来面路来放到落皮的。嗰時候希年嘅雜個嘅啦之外，還可以體驗放落皮嘅咯。係，一條都可以預約。那現在了解過，這個買嘅토마토嘅資訊啊，甚至講可以問講能那個可以體驗，呢條資訊我現在查得到啊。哦，像我有 FB 粉絲網站，可以問大家來加呢加好友、賴好友，一條我都跟一條資訊公布嘅地當個。嗰種更加以呢個後生人家吼專做嚟種農民，這個嘅經驗也一定嘅豐富嘛。這個有乜嘅想法？我同講，要踏入這個農業年後生朋友，跟你分享一些建議嘛。我剛剛是種토마토嘅話，盡量是英文多一些資訊，那過來都來種，有冇通太嗰多人講咯，種一朵穿一朵，也就我們都有把握嘅，那過來種토마토較好。這個要先想好有規劃最起碼還會支持下嘅嘛吼，冇一下樹上冇都樹荒了，你這個也有經過幾多失敗嘅經驗，再有更加嘅樹成功嘛，好冇？有也冇토마토冇順嘅咧，也擺拄到颱風就GG嘅，都冇法嘅。係啊，最重要係講，這個有一個想法規劃來支持下嘅，係啊。係。觀眾朋友，今日啊，多謝阿翔來到節目地邊好好來分享。大家提供，原來美濃啊，除了陳麥香，還有按好食的肉肉和토마토喎。更加大家有閒去到美濃嘅時節，也可以去阿翔今日園內地邊聊聊認識一下人哋美濃當地嘅農產咯。今日先感謝阿翔帶來按精彩故事同按好食的토마토喎，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來我園內地邊食토마토，來親自體驗，來聊。好喎，今日節目到這邊，更加坐上演幕呢，評論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